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18章，天國屬小孩子。門徒問：天國裏誰最大？耶穌叫一個小孩子來，領到他們中間，說：你們若不回轉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，斷不得進天國。誰謙卑像這小孩子，誰在天國就是最大的。天國好像一個人有100隻羊，丟了一隻，就撇下99隻，去尋找那隻迷失的。找着了就歡歡喜喜趕回家。彼得問：弟兄得罪我要饒恕他7次？耶穌說：不是7次，乃是70個7次。天國好像王赦免一個僕人1000萬兩的債，那僕人卻不寬恕同伴幾兩的債，王就把僕人交給掌刑的。你們天父怎樣饒恕你們，你們也當怎樣饒恕別人。